地震是台湾常常会发生的灾害之一，中央政府为了保障民众的性命财产的安全，这几年拢积极推动主体的内政补强补助的政策。有需要的民众经过相关单位的评估后，就有机会得到政府提供的相关补助。台南现在也通过了第一案的补助，位伫文安里的40年大楼，会使看到整个地下室的状况非常的无好。补强的总经费需要449万。将由政府补助85%，剩的由居民家己来负担。整个工程也伫20号上午正式来启动。文南里呢，这个这个如意大楼哦，因为迄个距离地动了呢，下骹地下室呢一寡伊的架构哦，拢看到铁啊啦，拢看到铁啊，足严重的哦，伊啥拢安尼崩啊，足严重的。当然呢，我就因为进前哦有叫别人要来做吼，但是呢。大家自互开会，自互大会了后，讲这做了呢，一定做袂好势。所以呢，我感谢咱市政府呢、台南市政府呢，甲中央的政府呢，互咱的一寡大楼、较弱势的大楼有这个机会来申请这个专案。这大楼时间偌久啊？要差不多40栋啊。所以就非常老少。所以袂堪去有一寡地震，是落大雨，地下室拢积水。里长啊，大概烦恼、登高了呢，就行地下室拢去遐巡看看，惊有积水。所以感谢咱市政府，互咱这个住户大楼呢，会当个更新的部分。感谢，谢谢。住伫遮10几年的民众，对着这个工程会使正式来启动，非常感谢政府甲议员等人的协助，希望这个工程会使顺利来完工。这会使用吼，拢一直甲大家住户拢爱沟通有哪家己爱先收一寡自备款起来，较好度做，系啊。大家拢真配合啦，里长也做到3工，安尼，今仔会当完成。政府嘛是有核准啊，讲会当补助的金额，所以85%，会当才会当来时间来做，这算有大家拢真有福运啦，真有福运啦。但也因为这个案件对开始送件到现在开了2年外的时间，所以也予市员蔡小辉建议市府会使将流程来做调整，让民众会使更加简单来加强主体的安全。这个案子已经努力了2年多，很高兴说国政会顺利把金额拨下来。那整个改建修建的一个过程，有补助了85%的那个经费300多万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这样的一个申请的让市政府能够更简化，让一些危楼能够在对转的时间内达到他们维修整建的一个状况。那当然也谢谢中央这次的补助，让我们的住户只付的15%的一个经费。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案例，能够让我们台南市很多的危楼能够得到一个维修的状况。内政部现在也委托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专案办公室，提供相关的资讯服务。想要办理或者是了解的社区甲民众，会使由着专案办公室免费派人到社区进行说明，协助改善民众住的安全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